淡水南郡淡子南台，先前讲到阿发北美天界来嘅高級嘅模樣，通亞島就馬到兩點郡，阿發北美到五盤的伊巴吉嘅來嘅高至愛住南線愛住嘅，香港咪唔係大概四歐嘅都按指定按橋講一擺記住同嘅人語記嘅報，安尼做生為啥是係設計間機會飄走，所以總為三等呢是祝福。不過係下下看你將會嘅片，愛來控制字將出鋪嘅四歐嘅和天天。我家喊到，時間未喊到，喊啲自家要幾多斤量重，我家就好直接的成為希持，希望天天呢就耐心嘅講半幾分鐘，講半幾了解硬愛當，佢喊下位老二聽硬高啊硬都硬，未到大家服侍餐廳，問題咁早就解決。應講淡水南郡淡子南台，成日呢安尼愛基台愛基地帶教會嘅目的，乃就按改，總愛時間總愛用心，上下向愛未掉幾率改變佢將做得。自從熱下來而鋪滾水強硬是差種呢，鋪滾水未係功夫，一下種到大馬滾水就會結結滾得強啦，等唔得到大馬滾嘅水滾就慢慢開改來看，改住開燒氣散散踢和下南滾，喺面將氣時就冇種到安太乾，先看下而泡半幾多生意時，題目做個而幾多滾水來泡漲啦。先不管兩條管就好強硬時，就唔會因錯鬼板就變，還冇被差好些。等等過來鋪天一管，咪就唔會成因力。總講轉到事情條件唔得，用咗字成因狀態咪係，愛時間來配種，愛做耐心，就等家嘅長途來帶來個，這係條件，這係做麼條路，就將係淡水南郡淡子南台。